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起舞起厝，台语安尼写，起舞起厝。说话小小声，怕别人听见，台语就是起舞起厝。你两人安尼起舞起厝，是咧讲啥物秘密？有啥物意见就大声讲出来，莫拢要伫咧尻川后起舞起厝。起舞起厝的舞，跳舞、乌白舞、舞池舞狗，还佫有狐神舞狮杯。狐神就是苍蝇，以前无卫生纸，用来切尻川的迄个物件就是狮杯。这个狐神要舞狮杯，根本就舞无法哩，所以是乌白舞，加互看笑亏，嘛是咧讲一个人不自量力。起舞起厝的厝，就是讲悄悄话，嘛有教唆挑动的意思。像这个厝狗相加，就是挑拨离间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起舞起厝，实在真趣味。